下人一见巡警的面，就怕到5分，况是进衙门里去，又是不见世面的妇人，心里的惊恐就可想而知了。他刚跨进郡衙的门线，被一巡警的要做什么的一声呼喝，已吓得倒退到门外去。幸有一14来岁的小使出来查问，他就哀求他替一探查，难得这孩子童心还在，不会以势欺人，诚恳地替一设法叫他拿出3块钱代缴进去。来佛先生给下个一贯称嘞哈，清简单哈，唔係清長嘅銷售中，佢就用一堆呢種一堆呢嘅夫妻啦哈，佢到啲呢個市場買東西，本呢個警察捉到講，又佢就稱咧唔拉稱哈，就把一個稱咧沒收。沒收，然後你又捉去搞關係來，佢做本樣嘅人，乜嘅事情佢都唔知，佢自家也唔出來上過班，也唔來買過東西，佢要還要拿出3條去蘇家嘅老公，嗰時佢頭當杯嘅金髮，佢都帶落當鋪去買的，就按樣清簡單嘅故事，佢就講出來一個台灣嘅寫日本時代嘅小市民嘅身份，用嚟嘅艱苦，你看一年也冇買到幾多錢，然後個稱呢。係我本人查講稱咧有稱到，其實老實講，嗰些日本嘅警察也懂惡，所以當到人有本打嘅，有本人罵嘅，所以最後唔談到嘅警察吼睇人啊，過年嘅時節本人辭死嘅。來買菜哦，冬至嘅菜哦，呢個菜條清好啊，喺澎湖愛慕啊。姐，來買哦！菜條好先啊，嚟，唔痛啊，好先啊。菜條幾多錢？千好先啊。安樣啊？哦，來。媽，你個聲音！啊！那個菜你囤得嚟吧？唔怕啦，差唔多煮好嚟啦。冇啦。唔春咧就快啲嚟，買唔啲去裝下，係買就清苦嚟。謝阿姐，放咩你講好？おい、何を騒いでる？はかりが折れずまだ商売を続けているのか。塗料工の規則を何だと思っている？冇啦，你沒屌絲嘅。黙れ！おい、話は後で聞く。聞く。你沒屌絲嘅。冇啦。冇嘢，すいません。哈卡里，我呢度試過，其實點解上公家阿老公你冇答應佢啊？沒屌絲，那哈卡里總飛，沒屌絲哈卡里總飛。黙れ！言い訳するな！一個稱嚟啲地方看到家嘅本樣人，唔識書，冇讀過書，我背佢也冇碼頭路，自家靠呢個路通呢來做呢度小小嘅工作，然後自家來吐死人嚟。佢老公被捉去關嗰時，唔看到佢，佢要用嚟去拿定嘅錢，用個3年或過年嚟，佢老公被關起來，佢要拿錢去贖佢老公，唔點樣解釋？跟人開場講法，做乜嘅佢就嚇落嘅門口面去。所以來佛先生佢呢個描述嚇，佢嘅寫呢個文學作品佢都當到按樣嘅。你講魔鬼藏在細節裡哈，當到嘅呢細細嘅情節哈，細細嘅呢個東西嘅描述，佢都寫出嚟嘅細節哈，像5星級度嘅國土啦。睇下你睇冇注意到哈，佢都講當到寫到嘅5星嘅國土，都會用按樣嘅方式來寫，都係小人物嘅方式。其實因為來佛先生佢寫嘅小說都差唔多都按樣小人物嘅故事，其實佢一些嘅細節啲種花做醫生嘛哈，也親有自家嘅想法，所以佢自家判插詞哈，判呢個文化費，佢就會佢自家嘅國土就會大部分看到啲當時社會嘅冇公平嘅待遇，所以佢用佢嘅文學作品來寫，